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啊。今日推介嘅就係呢一款福力高科技有限公司嘅王牌產品——台灣曾老爹一條根中藥膏啦。呢個中藥膏咧好特別嘅，因為可以打通人體嘅微循環血管啊，所以打通咗之後咧就好多意想不到嘅療效噶啦。佢唔單止能夠治療痛症，仲可以修復啦，同埋滋養身體，預防肩周炎、風濕、氣管炎、咳嗽都得嘅。仲有皮膚病啊、失眠啊、富貴包等等嘅問題。佢可以快速打通我哋身體嘅微循環啦，排除啲細胞嘅毒素啦，滋養筋脈，仲可以補充我哋身體能量元素添。平時一套呢個兩盒，一個就係我哋金門一條根嘅熱力膏啦，呢個就係金門一條根嘅薑霜，一套咧平時賣緊市場價係700蚊嘅，我哋健康博覽期間優惠價只需600蚊一套。有興趣朋友快啲喺展會期間嚟我哋嘅攤位 F19了解多啲啦，我哋到時見。